这个鱼当时其实我是想要追求一些东方的感觉。当然前段时间不是在那个画展展了很久吗？就我当时进去那个空间，最吸引我的就是它。我们找这个红也找了很久，也调了很多，做了挺多实验的这个颜色。这一张鱼就是我想尝试的是一个三联画啊，就是三联画其实我们对于这个绘画里面也会知道它的力量感啊、形式感啊都会比较强一些。大的作品里面，我希望鱼是有不同动态的游起来的。这幅画我其实名字也想好了，就是庄子的那个《逍遥游》。逍遥游是我最喜欢的，还记得到几句哈，就是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，鲲之蛋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花儿为鸟，其名为鹏，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